Hello， 大家好。小滿一到，香港天氣又熱又焗又濕，你係咪覺得最近肩頸僵硬、腰痛、關節酸軟、成身覺得攰呢？好多人以為只係捱夜攰，其實喺中醫角度，小滿嘅核心係濕邪困脾，氣血唔通，痛症先至會越嚟越嚴重。尤其喺香港，天氣潮濕啦，脾主運化，脾如果一虛咧，濕氣就會排唔走出去，咁就會阻塞經絡，壓住一啲筋骨，肩頸腰背痛，關節臂痛，手腳腫脹，成日會覺得哎呀又頭暈身重啦，全部都係濕氣喺度搞震。咁波大夫今日就唔講一啲好複雜嘅術語，直接教大家3個小滿必做，痛症朋友一學就識嘅養生方法，自己屋企做都可以做到嘅。咁即刻幫身體去濕通經絡。第一招就從飲食去入手。小滿最忌咧就係亂咁飲一啲凍飲啦、雪糕啦、生冷嘅生果啦、甜到漏嘅甜品啦，呢啲係最傷脾陽啊！咁濕氣只會越積越多。平時可以多飲炒薏米、赤小豆水、淮山小米粥、冬瓜水，清淡健脾，幫身體去排濕，痛症就會少好多。咁第二招痛症朋友必學嘅咧就係按陰陵泉，就係一個去濕第一要穴，就喺小腿內側落去呢個凹位，咁就按30秒，兩隻腳輪住做，咁就可以健脾去濕，舒緩周身嘅酸痛，手腳亦都冇咁重，肩頸都可以鬆翻好多。咁第三招咧就係護住脾陽最關鍵嘅一個方法，就係小滿夜卧早起，但係都唔好捱夜超過11點，同埋中午瞓20分鐘補翻一啲心氣。咁就唔好長時間凍住啲肩頸啦，冷氣直接吹住咧，就好容易有啲寒濕入去。痛症嗰陣時咧，得閒用啲暖風咧吹下呢啲肩頸，咁可以舒筋活絡，咁啲濕氣就唔會埋身啦。小滿咧唔係越多越好喎，係滿而不溢。咁同埋健脾去濕，護住一啲陽氣。只要濕氣走，經絡通，你嘅肩頸腰就會自然舒緩好多啦。咁呢啲都係簡單而實用嘅中醫痛症養生啦。咁記得收藏轉發俾你身邊嗰個肩頸腰痛、周身又濕又攰嘅朋友啦。我係波大夫，專注痛症調理。想知道更多香港人24節氣嘅養生，記得 follow 我啦。拜拜。